位家長大家好，我係天主教聖伯多祿幼稚園嘅阿祿。福至心靈系列今日嚟到最後一站，一直以嚟我哋講緊都係愛與被愛，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，當生活掀起風浪時，我哋靠咩同小朋友一齊企穩？答案就收埋喺耶穌平息風浪嘅記載裏。話說有日，耶穌同門徒搭船到湖。上船冇耐，極之疲倦嘅耶穌就瞓着咗。突然，湖面翻起狂風巨浪，湖水湧入船艙，連好有經驗嘅漁夫同門徒都好驚，大叫：老師，我哋隻船就嚟沉啦！耶穌醒咗，向風浪聲講咗兩句，神奇地，風浪一瞬間平息咗，湖面正如明鏡。耶穌問門徒：你們嘅信德去咗邊？各位家長，小朋友學唔識踩單車，大喊同朋友鬧交，喺佢哋心裏就好似翻起巨浪。我哋有時會好似門徒咁驚慌，第一時間衝去幫佢哋擋。但正如馬爾谷福音第5章36節嘅金句所話：不要怕，只管信。呢度嘅信係知道有耶穌同我哋喺埋一齊。之前有位媽媽分享，佢個女練琴成日彈錯，就想放棄。媽媽冇鬧佢，而係拖住佢隻手話：風浪大嘅時候，耶穌冇令風浪消失，而係陪住門徒。媽媽而家都喺度，我哋一齊將呢段難彈嘅琴譜拆成小句，好似將大浪拆成小水花咁，好唔好？結果個女真係慢慢學識咗。生活嘅風浪避唔開，但耶穌俾我哋嘅係風浪中安穩嘅信心。作為家長，我哋可以透過3個小方法做小朋友嘅信心橋梁。第一，先接住情緒，小朋友喊時，俾個抱抱話：媽媽知道你而家好驚，就好似門徒喺船上一樣，等佢哋知道驚係正常嘅。第二，將風浪變成信心嘅故事。遇到難題時，問問佢：如果當時你喺船上見到耶穌，你仲會唔會驚？等佢明白耶穌係最穩陣嘅救生圈。第三，教小朋友向耶穌祈禱，用最直接嘅說話傾偈。例如：耶穌，我好驚跳舞，表演得唔好，求你俾勇氣我。風浪總會有，但只要知道耶穌係船上，再大嘅風浪都唔使怕啊！而家，請各位家長握緊你個小朋友嘅手，跟住我一齊默想呢段禱文。耶穌，我們知道你每天都與我們一起去面對困難，我們感謝你，我們讚美你。無論小朋友遇到咩風浪，只要心裏有馬爾谷福音第5章36節嘅不要怕，只管信嘅信念，就永遠唔會迷路。生活嘅風浪係暫時，但陪伴嘅愛係永遠。如果想了解更多育兒知識，歡迎嚟到天主教聖伯多祿幼稚園或各教區幼稚園。想深入認識天主，可以到聖伯多祿堂或各堂區，佢哋嘅大門已為大家開啟。就趁呢個暑假，帶同小朋友行出第一步啦！福至心靈，因愛相聚，因信同行。我們來年再會。